泱泱嘅海陸台產上足了。上足了。是朋友分享舒堂講下廣播電台青陽陽嘅好了台產耶！什麼感謝你空中朋友在此裡舒堂我愛陽陽，愛朋友圈阿這麼在此在空中讓嘅鄉親朋友來結緣陽陽，幾位嘛大健康嘅當好考驗呢，一下考上飛咧有100考驗3月1出3月初8嚟啫，嘅基本要讀到你兩年妹了，年妹時候3月29，嗰時搶煙節，搶煙節，哎呀，你有個個搶煙節嗬？我搶煙過好冇？我搶煙過啊！還有擺個搶煙節嘅時節，動起台，嘿，你一定會朋友啊，什麼潮盼出去，因為後生嘅嘛，你仲係動有發的啦，還冇去嘛噶，出去騎山啊，冇事去奧多拜出去撈料啊，讓後生人搞料嘅東西當到，可能用班人搞，冇事嘛夜遊啊，咁個從你啊有年紀嘅是去到去家自己冇搶煙嘅，兩個搞嘅東西。搞嘅風水咪，你頭擺嘅搶煙，老兩萬嘅搶煙，搞嘅風水咪冇窮人，有人呢，錯啊！自從頭擺嘅生意搞嘅東西是老兩下生意搞嘅東西咪冇窮人，有人，咁個咧，從喺頭擺咧，你講頭擺讀書嘅時節啦，還冇老朋友講，哎呀聊天嘅時節啦，我們可以來去舞廳跳舞啊！佢講啊，你們有去舞廳哦？頭擺有時行舞廳啊，你係冇咧呀？你係自己舞湯啊？你係個舞湯是不是本身把都係舞嘅？頭擺舞湯唔係啦，嗰係專緊後生人去跳舞嘅啦。你後生人去嗰啲跳舞，你準係半日繞去地多嘅些，個足少難叫啊人講。唔講，我哋講舞嘅係主嘛㗎，當人係當去舞湯簽單唔朋友，因為第一輩都要當嘅帥哥啦辣妹，所以咧石頭係冇窮人啊。有人石頭人邊嚟講，正經見到見冇窮人。佢見會搶煙節啦，當然你繞牆嘅來賓也係搶煙朋友。也就係上飛來個，我傻傻，佢要台時間嘅咧，老正一都有關係，佢上飛來嘅時間也就係3月初，父姐係誰摸一節，你係誰來一節？佢根本呢有拄好係一隻正嘅咯，也就係3月29嘅搶煙節，特別是為了隻後生人，係為了個後生人，其實佢咪誰摸你幾多歲啊？咁我幾個月下世啊，所以啊，我哋搶煙呐。到底係馬莎咧？有堂節目是地係馬莎，冇堂節目等下繼續來堂下是地係繞牆馬莎來到呢個節目當中咯。來，歇佢啊，來安排好台歌曲，等下是繼續到咗來，青陽陽嘅海陸台產。擔愛開來嘿，嘿，逐擔趕啊何喜嘿，終年開過來苗啊苗，300年啦。有個筍開擔愛開來嘿，嘿。羅科開個後生開，羅科冇險來苗啊苗，有你開冇也忘記，萬年愛，兩萬年愛來連入共下開，開了一中年嘅擔桿，還有開一同山嘅擔桿。開來嘿，嘿，後生開那好喜嘿。
爱为哦，梦人比，梦人来，俩梦人爱来，人如向下睇，看伊那伊样样嘅蛋糕，嘛嘅牛用促刺嘅蛋糕，梦人来，俩梦人爱来，人如向下睇。嘛嘅更深更甜嘅蛋糕，媽咪來，姨媽你就走锵锵，走锵锵，走锵锵。我的爸爸说我是个客家人，他说我们现在很多事情要去传承，比手画脚口梦被印进精神。我说脖子太硬应该要去挂号看医生，你说祖宗的精神应该要好好的保存。OK 啦，我进去而且做得很认真，希望你可以打开心胸听听我的心声，乡亲父老兄弟姐妹跟我一起唱歌。开蛋糕一头熊下來創一頭阿婆來一頭阿公來，開蛋糕一頭熊下來創一頭阿婆來一頭細妹來，開蛋糕一頭熊下來創一頭老太來一頭老妹來，開蛋糕一頭熊下來創一頭哩。来，谈体谅後台高 Q 之後，歡迎鄉親朋友繼續到咗來。青陽陽嘅開綠台廠，今日嚟來賓來講，真緊是後生年輕是錯嘅，嘿，也就年輕是當有本錢哈，冇錯。而且本身來講哈，真緊當有想法，當曉得當聰明嘅人，也就上飛來到喺節目當中，非常受到歡迎，也非常會講笑嘅呢個李文華阿凡姑，阿凡姑你好，大家好，你讓一個阿春姐啊，頭先講你當我講笑啊，我當上你一開廠嘅時候，同你都講小口樣辦，係啊，講只小口啦，你講只小口來談好嗎？反正聽仲好邊個談？平常時暗部書條劍鋒關係咯，因為講小口，跟劍杯書係二書條，咁講呢劍鋒未關係咯。咩基本有開放，基本有開放出來。講一隻小口來講一下。平時係講小口，我係想講做得嗎？實驗強嘅啦，係實驗強，實驗強係實驗強。有演員們講青梅竹馬，做乜嘅我冇狀態以後我冇強下咯。啊，青梅竹馬，青梅竹馬做馬太了之後，兩三冇強人。因為嘅竹馬，因為竹馬古上係就冇上開咧。哎呦，鄉親朋友要變竹馬你都冇愛咧。個幾幾不會講咧，講哦，你一講係冷笑話嗎？但是呢，糖到 Amy 起都當好笑。講冷笑話，佢唔會笑，兩三笑都該便宜。有啦，佢當腼腆嘅笑，佢唔敢笑出聲的。今日咧，終於都可以再次邀請到阿凡姑李文華先生來到呢個節目當中啦，大家都分享冇強嘅話題呵。上飛有講到，你自己本身係了解實種嘅提高線上，用擺嚟教小朋友。咁基本日咧講到，哎呀，發生在自己嘅訊號。阿三，你係專講阿凡姑，我講乜嘅叫阿三咩阿三哦？阿曼嘅沙皮啊！我講沙皮，係啦，我跟有人講沙皮，全部得到教育獎誒，總統嘅教育獎，像潤台市嘅教育獎，我講一下，自己用按沙皮能夠得到按樣嘅獎咯。錯，啱先你講咧教育獎好冇？總統教育獎係嘛？係啊，總統嘅教育獎。其實我也嗰樣時咩冇想到自己會申請得嘅隻獎啦。但是我嘅教書就係同佢講，因為我讀博士班嘅時間，啲親口會讀書讀到博士就親口會講嘅啦。所以講應該拿一下你獎嗬，本日嘅後輩嘅學生嘅啦，後輩師長嘅朋友，本日就講，哎呦，係荔枝。別的做一個典範樣學習了典範，嘿嘿嘿。所以教書是推薦你講，實際係
去看呢？嘿，佢冇推荐，係咩唔會過啊？哦，該有人了，去通過啊，線上最低嘛。哦，用你推薦呐，要求你說你所做的事情全部係大家認同嘅，OK。教育方面，你就對啦，大家都講一下，要求你自己從事教育方面咧，已經有幾多年咧？第18年。哇，夠很久咧哦！咁所以講，你教過嘅學生嘅來講，正經當多，嘛頭裡滿天下入了。學教嘅啲苗栗嘅呢，學生係做固定嘅啦，做教育課本係市長上係做喺順便18鄉鎮係做喺隻。你看，你做過18鄉鎮啊！我唔單止呢，因為做乜我哋教育獎係呢要俾啲原因，因為教育部。本來嘅任務，以為現時嘅學生可能嘅師資可能冇啦，或像我這樣是前2年嘅啦，搭個禮拜做這個澎湖，就安然這個澎湖去哦，嗰邊教天咯，教嗰邊嘅學生，教個時裝片入去天咯，嗰教佢哋用手機嘅。哦，所以講一般嘅時裝片入動少窮人安樣人。即個係安人嘅問題嘅人，然後去教你其他邊下細安人，安樣人從事你鐵教嘅先生係少咗啊。尤其係我三非人士嘅教學啦，因為我本身有鐵教嘅專長嘛，一般嘅教太人嚇，有啲人會冇耐心，但是因為用教細人嘅方式，一教太人嘅時間，其實佢都較容易接觸過來學習人嘅東西，較嘅學話係啊。有啲教嘅特殊嗰種副機嘅先生，因為佢冇受過教育學場嘅訓練，佢冇方法，主要咪冇方法，冇要領啦，冇要領冇方法，其實都難教啊。咁個頭先吼，個本分有提到講，也未教幾條手機嘅啦，也就係教幾條手機嘅操作該條係冇？錯。然後我就想到一件事情，我記得吼，佢頭擺也有講到一件事情，我哋咧呼籲，你所有嘅朋友，假使咧你真嘅不下有2手機，想會淘汰掉誒，係冇想會用噶，做啲見出來本有時裝朋友係嘛？係，你看阿春姐又揾到冇福利嗬，打工，所以見出來係嘛？其實而且兩件事情你就得講出來，因為你嘅聽書兩條時裝朋友，錯。其實就嘅2012年幾年咧，嗰時拄好總統教育獎，當到記者採訪咩？嗰個教授講，你就可以趁呢個時間可以留總統啊，留沙皮太總講一下，你條時裝朋友使用乜嘅東西？錯，係啊，嗰個就其中一項啊，就有佢提出講，時裝朋友當到需要用iPhone 嘅手機，尤其 iPhone 啦，咩智慧型手機就做得啦。iPhone 嘅機器實嘅多項本網應用嘅東西較好用，它實用啊。連藝術嘅哈4-5年嘅東西就相當好用，因為當到中老年嘅時裝朋友啊，佢可能咩冇錢好買，冇做都不靠空當多年咧，咩冇經濟能力。咁一聽來2手手機hand走的使用嘅，咁買蘋果還是錯啦啊，另個嘅，一聽到另個，做得冇啥問題麼？假設另個嘅，假設個手機有故障有壞聽，你做得漲麼？我哋會發。我那不應漲啊，我出錢那不應漲啊。其實咁講，阿春姐做得提供一記，係該另個已經排得咧，該做得那。唔好講漲頭貴班人來賺。我啷講，樣顯示是有。樣顯示是有呢。有啊，因為我是按球嘟讓本新的手機，我 iPhone，全給你有講是有，全給冇問題。我轉移簽解記，我馬上就見出來。其實真係按年嘅嗬，廣告嘅效果當好，應該係去年下，都好藝調過都講乜嘅寫黑文嘅集文章，等8個人記住你來咧，8個記是做落來咧嗬。我講實在8個記對應到咧，仲係時裝朋友來講，其實係係少數錯嘛，係係真嘅唔啦。也像你希望講，其實你做係一種嘅愛心嘛。因為從頭會談到一啲樂書嘅團體啊，幾啲 CQ，你台灣社會咧都係人事全部要當有愛心啊，是會建出去咧都係東西。所以咧，啲咧也就係其實你咪係做愛心，也就係頭先阿芬姑有講，假使你不下有咧，仲係二手機，係想來淘汰睇咧，啊，你做啲
苹果用出来另个哦，另个公叫没算没办了，另个手机，伊就在建出来，不然你时钟朋友，嘿，你的平常做在做，记得生发的，该种的丝绒哈。好，甲既然讲到了位咯，你10个都写开下，我安排好台歌曲，谈台歌曲之后，等下将继续到咗啦，青阳阳嘅开了台场。六线讲你是仙歌，你毛都上线都是仙歌，行行冲冲，小跳飘半路山沟。每位爱看大鼓个冲歌，洒洒手机嘿阿福哥，快乐光阴，自己是仙歌。快去冲攻，让他丢脸来为他来去看伊，糖豆大菜场评论伊，好人没危险，傻傻是讲阿福讲冲先讲。六线讲你是仙歌，你毛都上线都是仙歌，行行冲冲，小跳飘半路山沟。每位爱看大鼓个冲歌，洒洒手机嘿阿福哥，快乐光阴，自己是仙歌。六线讲你是仙歌，银马路上线都是仙歌，行行冲冲，小跳飘半路山沟。每位爱看大鼓个冲歌，洒洒手机嘿阿福哥，快乐光阴，你自己是仙歌。
了后台购 Q 之后分享乡亲朋友继续到将来讲下，咁么天台在每禮拜日到拜五嘅當中，睇12點到1點解，青陽陽嘅開綠台船，佢今日真係非常嘅難得，非常強哦！繞牆到呢李文凡先生嚟到呢節目當中，真係呢張後生人，真係代表呢客家人，真係當優秀嘅，因為佢得到呢總統嘅教育獎嘅，冇簡單哦！真緊哦，因上到人道學問如何，有安慰講小課，然後咧還有得獎也安慰得獎，還有也就其實也阿曼hen而家種嘅上一道嘅節目來宣傳，來本大家啲嘅，其實是種朋友。也有動強嘅啊！真緊，可能佢自己本身時裝哦，但是呢，佢會用佢自己曉得會嘅能力，就可以回饋俾佢，可能冇法度行出來嘅兩啲學生啊，甚至來讓向，係讓向佢哋來鼓勵佢哋企出來，甚至係提出佢哋，甚至只協會，幫佢做啲行出佢自己賺錢。那豐富，頭先也有提到總統教育獎啊，當然。你也教授讓你順強，唔過順強嘅世界是怎講嘅？頭先講一下照到胖虎而教小朋友哦，錯啊！喺明年會講，乃代表有事容易，你是盡量會配合佢哋，會過去佢哋教佢哋。嗰陣時台灣傳承走跳，其實我本身就有安尼個熱情呐。係啊，我從民國91年開始，台灣又開始有夢用天路，開始我就天天教育部安尼去推廣。所以你算提出改哦？係錯啊！哇！我喺台北搞到高雄。我突然間想到哈，佢頭先有講到，你從15歲之後，冇主人慢慢的看摸嘛哈，是造成到你這個身份的問題。但是我突然間想到兩晚，你行出來了之後，你學到很多嘅東西，電腦還可以聽書幫忙了時裝嘅朋友，我知道你係上天俾你一個使命感。我有上次咩安尼想，真嘅啊！我突然間安尼想誒，我記得咧，你自家上節目嘅時節也有提到過，等到你自家有能力出來讀書嘅時節，所以你要回饋社會啊，錯嗎？所以咧，你也考慮到呢個中法嘅師範大學啊，你也盡心也就希望用吧仁義濟時的精神，希望你接下又再講乜嘅？我講啲記得自教嘅講乜嘅麼啊？係咪啊？係啊！本命你唔知咗講。係啊，因為你係萬事你嘅目標啊。係啊，你自己有自己嘅夢想、理想、目標啊。其實都是講一開始哦，我剛才是學點是名嘅動漫，你過去半年冇讀書，要學識嘅記憶力啦，然後別冇從後生嘅時候哦，因為佢40有咧。那個推理跟能力、推理啊、邏輯思考較強。不過咧，推敲落去之後，哇，佢是開竅咧，所以是速度樸實咧。沒啦，其實聽人講嘅仁義濟時嘅，我係想應該做，應該拖1分鐘，我拖10分鐘，應該拖應該拖10日，我用時間揾空間。用時間來揾空間，韓國咧，所以你所以你主講，韓版應該聽咗做線上，來教læ到讓我強壯嘅小朋友。韓國你自己嘅能力係講，你嘅路咪按你韓國來嘅，佢東岸會遇到乜嘅困難、乜嘅問題，你自己非常嘅低。等於你嘅教læ特教嘅時間，遇到læ到聲音嘅時間，你真係是用你自己親自嘅經驗來教佢哋，來鼓勵佢哋，錯啊？錯啊！其實我哋韓國來以後，我知道誒。回頭看，知道佢老實講咩冇乜解。不過以後我電到我想，有時候有啲家長講，哦，我聲音安尼當菜糕樣樣。我講，我應講，我知道韓做得啦，呢冇牙嚴重。因為啲比較嘅正常嘅嘢呐，比較嘅唔同嘅比較係，我比人拉冇韓嚴重，我做韓省啊。哎呀，我為按韓國，所以你也會去教育læ到成年嘅人愛家長，因為læ到家長，佢可能未視障朋友，佢就係好好嘅人，係因為佢係成年，佢冇法度體會得到。家長當重要，當初做乜我冇啲屋企按當嘅，我爸爸媽媽冇辦法接受我嘅障礙。所以冇讓你送出去學校讀書哎呀！所以一開始嘅時間真係黑暗嘅，講嘢空到我看，我問人嚟咧，哦，佢都特別讀書嘅，其實我都冇卡空的咧。哦，所以你特別你阿然後就冇按你老人講哦。係啊，基本上都冇面子嘅事情。
也有可能迄件讲伊家地讲，甲要开迄个安尼木主废铁咧。所以讲因原来走ra爱因没有了面子的问题咧。那像啊，拿个望因的拍梳妆，怪棍的啦，怪棍呢。那都我不卡个差不多200-300公尺啊，做竖起来咧。我讲啊，零沙宽度，系啊。老师讲头摆去乡下人咩啊？哎呦，我一总头因为安尼个人咯，我听到咁样当艰苦。因为总讲诶，了解罕见疾病，如果太讲唔了解世界是不是话到异类？可你好用下整霜吗？你用下整霜吗？你要抬高，应该装不做接触咧，走亲走在接触。你是干嘛做？对咧，我拿出来就拿出来，我其很样讲啊，其他几个。对啊，还有一点嘛，我也冇困记得啊。因为哈，因为这段那平常也冇法度的事情，人都总得用了异样眼光安来看人吼。可以按这个，可以接触这个以后，按就唔是参人家讲嘛。唔是在乎讲，配上应用扮演讲。讲我没选家人呀，我没有美满嘅家庭啊，从冇。你未结婚，我没未结婚，你做得公子，我没做得公子啊。我没做得整双身法啦，我喊做得存钱啦。系啊，我教嘅五朋友，我拖嘅半樣係外國嘅，你拖得到嗎？拖唔到，你拖台灣嘅，肯定是逼啦。也就係除了頭先講到嘅總統教育種之外啊，也就係才去年嘛，2022年嘅時節，呢阿芬姑啊，也得到體恤界嘅咧，仲係星雲教育獎啊。就得你講下，咧星雲教育獎佢到底有係兩百個獎勵咯？哦好，嘅星雲教育獎其實佢係愛本幾隻故事，本幾一隻愛感通語言啊，將我哋教育過程之中有乜教過嘅過程，有乜嘅學生嘅，我哋教嘅過程會本語言感通嘅，感通到嘅。哦，那就讓我過做過嘅事情，其實你列出來哦，按多咩？哦，加千條，加萬條。而家語言講，哎呀，唔是真嘅，就本過一天冇過。該最近我跟住看下去。貴派，像佢小朋友講到，我哋15歲之前，看得到15歲過後看唔到，我有半年時間，我不下時要休退後上休休我大家，一半年是做唔到嘅呢。正經嘅用安尼方式吼，來本節家來做判吼，正經當鐵樹。係啊，嗰兩時我唐一安講嘅時間，上飛唐一安講，還是去到往年不下從一同步轉強容咧。其實我。也就可以可見我嘅人做事情係做一件事情就當認真做，係會當投入啦，係啦，要第二就要當多啊，前面股比叫。咁講嘅前面股本嘅叫啊，你講嘅從餵食啊，也係嘛解，你咪興起個訓訓來解啊。係因為咁多，係個按到嘅跳上嚟，上模關嘅就要佢拿出來，自家關。啊！你基本同係尊重係講咩？哦，然後你尊重你嘅阿妹啊！我行到路方基本天當比下，通常係不停嚟停伊。最近你冇看啲動物咧，然後人相處久日後，有冇有個情感嗬？錯啊，當有靈性，最近當有靈性嗬。所以講你列按到嘅東西啦，咁你講嘅星雲教育獎，一看到你。列出來是什麼嘞？世界不應講，世界不應講，冇關係。其他方面就出嚟啦。係啦，老教學有關係嘅事情。你講嘅選合起了，做嘅事情嘅故事內容有感同。你係做啲講嘅啟動特地位到一章麼？係你做得都感同一行喺度麼？你感同可能。比如講，有一隻細嘅聖經教過一隻學生嘅嚇佢。各種眼神家，我哋數多嘅時間，地講佢目做總圖嘅，但是我哋真發覺，佢連聽也聽唔到。哦，聽覺嘛，又聽唔到，又看唔到，有啲聽唔到，看唔到啊！嘿，當然酷嚇。跟用個啥？跟用班教。其實我教佢兩節課啊，我見教啊見流氓仔，我知道佢用個啥叫後擺太。我但係目做安尼年紀還聽唔到，後擺做馬頭路，嗰時我就當投入。經常用嘅教佢，佢教歪來，就慢慢帶佢，就。咁係寫下歌也係寫下冇。寫下歌嘅啦，寫下歌。而家佢喺會寫文章一條歌啦，做專欄作家呢。哇！做前半年教過嘅學生啊，做前出來當優秀。有啲都公務人員嘅晒。哦係哦，你自家有所以線上讓響動台。冇啦，最近就較厲害啦。就阿芳姑，你自家有算過講，你已經教幾多屆學生嘅出來？可能算唔出來。我教學生嘅冇
无超过130啦。老辈嘅三品饮食较多，嘅亲少有200-300以上。不过从了解的视障朋友来讲，记得会不依教系相信讲诶，你面上好是会一下介绍一下，也系讲有专门嘅机构会让你联络讲会麻烦你。系啊，麻因为是你讲你晓得样嘅教佢特别有嘅探港太学有一个盲神指引中心，佢拄好就接教育部嘅计划来推广书记嘅咯嘅盲用天咯。我佢嗰邊接到 case 嘅時節，就會通知副區呢萬人需要唔帶給副區呢就會派安排喺度。冇有人當然嚇，佢當然會教嗌接嘅 case 就會較難教嘅，因為你還有耐心，咁樣按到鐵教啊，就用班難教，湊用班難教係，甜嘅啊當然係。咩？因為年紀較大人嚇，用同奇怪。偏人教唔話嗌教就教一輩，比如講教嘛㗎，比講講啊，像教天路嚟講，有人就較冇要領，唔啲就佢教過程佢會跳嚟跳去，我哋會較有計劃，比如講，你要順時教下咯，呢就是你跳一下，循序漸進，雖然較專業啦，就像係雙人節目，你會先事先嗬準備好，做功課，我哋咩話要安尼，嗰一方面係。交通機會當支撐嘅，佢更嚴重豐富啦，教過人按到，所以咧，佢也記得用班嘅方式落去教本記得，韓國老記得講，你睇佢拄到困難嘅時節，唔是講慢慢來，一步一步來嘅時節，你是做得克服困難嘅。錯，像要就嘢做一隻歐洲轉來一隻太子，佢就幫助來佢就打電話來，指名講佢李文帆先生來教，因為叫唐東嘅好名上誒，名上已經穿到國外去。做嘛？也係唐公機係係講要轉來時節，唐公機是會簽你啊。我一擺是可能讓佢用客話來教佢，因為唐公機係客家人係嘛？佢係主動講海風，係啊，真嘅啊，佢是用客家誒。所以你要學海料，講海料，你成日學講一年海料，按做先唔人會通，好嗎？有樣，最23萬學了哈，我是親愛的了解做可以，你講事啊，都驗書咯，你翻海料可以，然後是了做得了解阿姐溝通。唔會啦，我傳統哦，了解文化啦、語言哦，所以你很講啊，是從你講海陸你咪唐語啊，你講詩言咪唐語啊，海陸詩言天天都學，慢慢都學到最你自家嘅來啊。反正佢要報名啊，中國佢咪海陸。哎呀，講到了，以前佢未有通過啊，曾經有通過。你先落先來佢下次報名好來。唐書學太高，叫第一場技術到咗啦。請樣樣嘅海陸大餐。是帮忙，是梦里，是梦里，大家好，大家好，真來了，真來了，做乜計，做乜計，希咪在，希咪在，希些神，希些心，水木咧，水木咧。我係客家人，相愛學客家，唔講。我把講開了，我未講先，食飽晚，睡飽晚，愛用班記得。我把講開了，我未講先，大家好，大家好，愛用班記得。愛認真學客家。後台個叫之後繼續到咗嚟，請樣樣嘅海陸大餐。
该基本呢，枪头都没糖啊，都两三人在讲海陆强出啊。对你来讲，唔会当实力吧？不会很吃力吧？唔係。哦，该做的一部名考，你中国叫嘅海陆强。所以其實講啊，哇了，唐一條嘅節目過後，我海陸強進步動到哦。啊，個有談到一個家啦嘛，當一定係耳孔地背都夾，靠認真嘅時間，頭你是唐國家上哈，係嗎？唐國你係笨懵懵落去樣嘅。要幫按摩呀，好冇？我先講清楚。入上個機嘅時間，即刻笨懵係小咪咪啊。個講到靠認真哦，你阿鳳古美術考過中國嘅認真哦，合格咯哈。實驗強，啊，從你到考試嘅時節啦，你嘅政府單位係咪有特別為你到10年用班嘅考衝？要脱啲考場啦，啊申請。也就嗰種係義務會下台係冇？冇啦，那按好。冇啊，因為也係考試條班係考過初級嘅時節嘅時候，唐老講係只用文史考檢嘅，錯，也係用天鵝考。錯，天鵝係做旁邊啊。係啊，因為而家天鵝嘅試什麼安排，對你都覺得講起來非常吃力。其實嘅有標題，唔過我嘅目做冇按好，我唱班則數把咗按題人當可以到。哦，咁其實你冇可能標按題。嗰個我調整我考嘅方式。咁講挑選過後，你係咪要考試啊？要考。係啊，所以你轉機咪冇簡單咧。真緊，簡單聽去 Q 嘢咧，你仲係咩數？純 Q 嘢，過去幾廿考呢？真係哈，真緊當入心誒。你想喺度考量認真嘅時間，其實你對到你客家來講，係明你要未來嘅想法啦目標。想法嘅目標冇啦，自己顯示。是因為你客家人，基本人當所考過啊。也就客家人，從頭人講客家話，你日都唔衰，冇人哋家打嘴鼓。其實係你要傳承自己嘅客語文化下意啦。像阿鳳古要前度嘅好朋友老太老妹啊，也就才見讀地背讀，每日做得打嘴鼓，講客家語言嘅。我叫做客家骨。係客家骨。談到你客家骨嚟講，當然就會強下打嘴鼓係冇。我也係博當然做藝開檢房，其中冇想去水冇。建議你隻朋友都冇嗌講，所以你係人日本用感情唔開嘛，用答案唔到啲也穩定嘅。其實阿鳳古嘅意思講，我係有心嘛，我係傳承我嘅客家文化啦。平常時我係冇乜嘅出去了啦。唔過咧係你做得談到了到嘅，客家上任到老太老妹叫我來打嘴鼓，當然親拿拿。啲輩都可能有一兩屆係阿哥阿姐啦，我講係阿姐成嗌，要有其他。啊，其他做錢當後生。做錢22歲、32歲後生人啊，佢到底你按雙線也是即都在打嘴鼓講嘛東西咯。依家講幾講啊，乜計數做得講啊，上到嘛是講乜嘅？其實我哋按你教練，我知道也係同好做，無窮演示、無窮天氣、無窮國家嘅行業可以交流。按你客家嘅講生命力會變強。還有也就係大家咧，也各項工業啊，做得講自家嘅咧種嘅工作充當個督導嘅情況。按督導嘅生活發生嘅乜嘅問題啊，好嘅唔好嘅做先做啲分享。錯，跟我知道佢咪同佢哋後生同遊線啊。佢雖然講係冇錢多，但是係講喺客家，因為我從細都沒有啲咩，有到較有嘅詞彙，有佢哋忙是糖果，真係呢。但係但係就講叫個阿哥講緊係要忙是糖果，因為我是給鹽餅，是給米較多，你就會有達到交流嘅。真緊哈，本來唔是糖果，本來按講嘅是應該就學到了。係啊，你就係一種嘅教學，你一種係教學啊，喺個睇下個宣傳啊，互相嘅交流嘛，教學相長。是像你阿鳳古講嘅，我哋了解圈住地背讀甚至咧講係開放間去打嘴鼓嘅時間，沒有外國嘅朋友客家鄉親到因從下去打嘴鼓啊。假如按呢機會嚟講，外國朋友嘅平時發生乜事情，當時用班嘅情形，隨時都未啲嗬，就係按打嘴鼓當好，所以非常嘅快樂嘅一件事情，係嘛？所以樣嘅講嘢啱對冇，按講嘢時間係是唔會變按羅咧，係乜嘅貴啦，按到乜嘅貴啦，客家貴係啊。Clubhouse 做錢按不睇喎，係啊，
啊，做啊，不跳空爱时间哦。有人开放嘅时间是走得落去打嘴鼓我啦。想我打嘴鼓是绝对可以上。冇听错音乐啦，像你有假天有嘛个，哪有暗黑的时间音乐？你也用法去对法，然后讯息传来传去。冇啦，但讲法较多。讲话，就是讲话啊，你麦克风开出来啊。我尤其是从因的群组用了啦。系啊，群组按打开了是可以试过冇样因打嘴鼓啦。冇错，做得咯。哦，我要让找到一个非常的。咁好最美咧，喺咪唱阿芬鼓咯，大家就咧讲几句下面理嘅。错啊，因这个按亲身按都会经验，按丰富，老太自家轮勉励下。面厉害，面理啊，对诶，视障朋友也好，非常穷，一般安尼正常嘅，因为你平安的学习的时间，平安的困难加当多，但是以你的经验来讲，你付出安尼收入嘅，安尼相信朋友。好啊，我当只讲嘅基础係講係幸福係比較出來嘅。嘅留別人較差較唔可以比較，唔可以留嘅有錢嘅啊，別人個較可以比較，係安尼發人心感覺較滿足。哦，幸福係比較出來㗎，安尼哦，我想講，比安尼學苦嘅，比安尼生活過到唔好嘅，寒凍凍人，安尼比起到行好咧，跟你總係去比較嘛個有錢人啊，生活過到幾好嘢嘅人冇比較，因為見到有見到嘅痛苦啊，見到行出去可能會半夜愛用緊看，安尼係咪路邊攤是做得是，你係你是路邊攤，哎呦，賴唔下你張面子，我賴唔下你個面子，是路邊攤啊，錯嗎？所以咧，人生愛快樂，最重要嘛。人都係人比人為謙是人，你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係啊，你要想，你嘅你穩本線上看齊，人生愛快樂，你啊，轉而愛學掉，哦，非常十分感謝你嘅溫份，基本來上你嘅節目正經上呀節目學到當多啊，談到當多，真經非常十分哦。新夢大家好，新夢大家講得了，拜拜。也非常十分感謝鄉親朋友大家收聽，記得咯，天各位聽眾時間再次打開收音機啦，收聽到。